澳門政府宣布，現存嘅11間衛星娛樂場將會喺今年年底全數結束營業，受影響員工5600人，相當於澳門37.1萬就業人口嘅1.5%，令到澳門賭業真正由6大牌主直接主導。雖然澳門法律原生就冇明確定義衛星賭場，但呢個由已故賭王何鴻燊創立嘅經營模式，由牌主負責博彩業務，合作夥伴營運第三方酒店物業，雙方再以利潤分成方式拆賬，早已經成為行業用語。不過喺2022年討論賭牌更新嗰陣，政府已經表明有意取締衛星賭場，連同貴賓廳中介人規模大減，衛星賭場數目由高峰超過20間縮減至而家嘅11間。當中澳博控股就同9間賭場有合作，亦都成為最受新政策影響嘅公司。澳博就宣布7間衛星賭場將會直接結束營業，並有意收購16鋪同埋澳門凱旋門物業。呢個決定令到中小型號賭股差天共地，同澳博合作營運金碧匯彩娛樂場嘅匯彩控股股價腰斬，英皇酒店娛樂、澳門麗駿繼續下市低位。相反啦，16鋪營運商實德環球股價就倍增。券商富瑞就分析，衛星賭場佔相關豪賭牌主 EBITDA 大概1%或者2%，對牌主影響有限。澳博收返賭台，甚至係有利提升集團嘅利潤率。不過，衛星賭場以往被視為唔少中小型商人從賭場直接分一杯羹嘅機會。隨住衛星賭場成為歷史，富瑞就認為關閉衛星賭場可能會對澳門嘅整體格局產生負面影響，因為缺乏賭場之下，呢啲場所周圍嘅客流量可能會減少，甚至會影響附近嘅商業活動，對就業產生連鎖反應。